好啦，大家好，早晨啊，其實而家係凌晨嚟噶，我電話呢度呢係有記錄時間嘅。好啦，今次拍嘅片呢就係延續琴日呢嘅朝早，因為而家凌晨噶啦，可以話叫做差不多24小時。點啊？又有早晨啊，又有我收工呢，我工作係凌晨噶嘛，先收工噶嘛。其實而家呢係凌晨3點到噶啦。好啦，4隻 BB 啊，乾晒身啦，乾晒身啦。1、2、3、4，四隻，哈哈，肥肥白白。好啦，呢一隻又有呢係第二任媽咪嚟噶，所以呢佢好有經驗嘅，應該奶水充足噶。哎呀，真係開心，奶水充足。咁樣4隻，咁啊再多2、3隻都冇問題啦，因為呢個係第二任媽咪嚟噶。辛苦晒你啦吓，金色眼睛嘅，唉，金漸層嘅英短有英長噶，英長咧都係叫做金漸層嘅，咁我哋叫金影啊。好啦，香港嘅時間凌晨3點左右啦，因為我收工翻去，咁啊整起個食物俾佢咧，就我瞓覺噶咯。聽日咧朝早咧就再見咯。好啦，點對到啦？而家係幾點啊？真係凌晨4點啦！哇，你哋唔瞓我都瞓啦。咁啊，我係香港人嚟嘅，咁啊，多謝各位收看，所以我做啲片咧就係冇字幕噶，因為我係俾香港人睇嘅。好啦，點對多謝。大家好，晚上好啊。5月11日啦，咁啊，等下嘅時候練下歌。呢首歌咧就係俾我啲貓仔兔仔聽嘅。因為佢哋又生啦，真係開心。好啦，練首歌先。哇，都幾難喎。好啦，因為有高音嘅情況啊，又要抽來抽去啊，呢啲係16孔陶笛，靚唔靚呢？我自己加裝噴油嘅。好啦，多謝晒收看。我啲貓仔兔仔又有我得閒嘅影片俾大家睇，多謝晒收看，拜拜。我係隻寵物阿陳咯。